台中东市的森林游乐园只玩1天当然不够喽，休息1个晚上之后，呱呱充饱电力，就要继续挑战。宝贝，你会惊吗？不会，我不会怕。要不要挑战看看？要。走，加油加油！哇，这个小朋友应该很喜欢哈。对，那小都反应度量变高，啊，俩设施主要都安全。 都不会怕的，唔会惊，哎，啊，2、3岁以上啊，总要出来变高。对啊，我看他4岁就玩到不行了。对啊。等我，你太快了吧！哎呦，这么厉害！通过初阶版的考验之后，接下来高阶版的来了，要考验呱呱的勇气还有毅力。大家看看他能不能战胜恐惧呢？ 要怎样检查好嘞？按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没？好了。预备 ，Go Go Go！ 哇，好棒哦！有没有惊毛？不会惊吗？不会。唔会哈，我安尼请哦。不论是滑草还是滑索，他一点也不害怕，好勇敢呢！一关接一关，看起来是完全难不倒他。他跑来跑去的，是不是就好像森林里头的小泰山呢？加油，加油！妈妈帮你拍一张，太帅了，好帅哦！1、2、3，加油！好，啊，这只再往这边。好的，这只再往这边。好的。 谢谢你哦，谢谢你教妈咪哦。然后拉这里，好，再来，这里抓这里，好，然后嘞，然后再抓这里，好，然后再往前移动，好，移动，好，移动再移动，耶！我们成功了，成功了！往上爬不怕高也不怕难，只要敢玩，都欢迎大家来挑战。不过呱呱才4岁，有这样的胆量，真的要请大家帮他掌声鼓励鼓励。宝贝，你最喜欢什么游乐设施？我喜欢玩滑草。滑草很多人喜欢哎，那我们问问大家，不会惊吗？